本片係咪有重口味內容？睇完記得 share 埋俾你老 best 睇。哎呀！極樂馬戲團、鳥獸蟲居酒屋、紅骨拉麵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於涉谷拋尿閣地下1樓，酒池秀林的世界啊！竟然俾我發現紅拉麵，咁我哋 go go go！鋪頭裝飾非日常有西帕噴嘅感覺，哇，好多種類嘅酒啊！我試先唔知噶吓。哎呀！哇！今日主角紅骨拉麵，仲有呢個維尼燒肉。哇，碗麵好香喎，好似好正咁，睇到流晒口水。試先，哇，呢個堅好食喎，免治紅肉，有牛嘅味道同雞嘅鮮味。日本小姐姐試食胡米之後，佢食晒成碗紅骨湯底勁正，全部清晒啊！睇埋呢個維尼燒肉，個人覺得真係同牛好似，唔會有咩草車味，真心唔錯。晚餐要叫埋飲品，一個人大概2500yen。嗱，呢間嘢仲有好多特別嘅 menu， 咁就有興趣嘅話，自己上網揾下餐牌啦。下次再見。